来，主厨好时刻，今日看阿飞哥，我教你做乜嘅好食的面料理哦。哎，各位乡亲好，今日啊做虾仁嫩肉面包卵煎。啊，包卵煎哦。哦哟。今日像咁嘅面包炒面一样，你看。哎，差唔多，其实面平常嘅做用面包诶，炒面不用淡薄，基本用卵，哦，基本包起来，嘿，因为哦。 我了做本不抗议式的，人中轻松者，哦，湿的多它轻松者，所以哦，好，我现在煮面哈，面哎，看意大利面的哈，哎，差不多煮了10分钟，所以先煮面哈，先煮面哈，水滚，煮面水滚啦，不用得ram落去啊，哦，不用得ram，不用得ram，因为本面本身有啲面壳嘛，哈，哎呀，是有冇地方淡淡啊？哦，哦，你要煮滚的呀，面哦，不能平常大家做啊，几条面就掉落去煮，根本没爱做熬一节节的。哎，爱啲煮面时间让我切葱头。哦，葱头，切悠悠的。切悠悠的做好。好。哦，你做熬一节节要煮落去哦，煮了差10分钟再沥糟了，沥糟当然煮面时间不用落去。哎，碌啊，有冇羊肉带？哦，今日你煮面做啊，哪种快的？哎，碌啊，师傅啊，别滚了，冇扑出来。天的，有冇？哎，冇扑出来。唔该，这师傅就滚出哦，慢慢别煮。哦，你改变当煮哦，还来准备其他东西哦。有没有你就冇？哎呦，还有虾仁哦。有哦，哎，市场买新鲜的。你说不要我苗的有冇？啊，你水吧，你别找。难怪有没有做个卵煎啊？来洗只卵吼，来打落去。打卵落记得吼，先只水温呢，先打水温掉去，看那地方冇坏的，会出的嘛。哎，这样倒过来。打色标的，到第10标的时候，发现啊，前面色标就骨架都冇好的哦。对呀，虽然哦，东江石头是出卵的。其实卵哦，那边的室温哦，轻点坏的伊。因为毛细孔啊，所以你要乱吼，打好的时间来，先去落去吼，来加啲的牛奶落去，加奶牛落去，很软吼，它们硬身，这是同时做的，就是冻牛吼，现在。你还牛呢？呀，鲜奶油。鲜奶油嘿，鲜奶油，然后炒面用的，所以还不用的，要一层不用滴好，来胡椒粉不用滴落去，哦，胡椒粉。拍个胡椒粉，是滴嚟染花嘅，滴染花落去。哎，是个吼，唔係淡啊。哦。我哋來吃東西出來，來面哦，注意一下，算它時間哦，它10分鐘。10分鐘，哎，10分鐘。來呢亂汁哦，現在落去落味順。用倒啤酒。倒啤酒，係倒啤酒。好，差唔多咧時間到嘅嗬，面嚟撒起來。咁只台灣講，呢隻藍，呢件咩樣嘅嗬？啊，呢度哦，帶盤薯台，按少，係按少嗬，冇薯上嗬，嚟落起來，好，啲面哦，在呢邊找，哦，呢邊找，等下炒面。你要切好哦，做冰落來，做冰落來。我要先炒呀。哎呀，先別炒。中了。中了。送未落，好。送誒。但係酸條未落。酸條未落去。啊，你要加炒東西哦，冇按火調辣。冷火嘅，一條白香嘅出落去。哦，白啊，差唔多嘅。香味出來，香味出來，但基本用的奶油炒，係奶油來炒，因為奶油炒哦，它有個香味，然後呢奶油味啊，奶油香味，香味來吃飯東西出來啊，生氣後好高的時間，沒有好吃的，有奶油，生油，差唔多你望下，一夾哦，擦嘅嗬，下講就落去。炒啊，炒到下陣差唔多要熟嘅時間就，用啲水落去。水哦。
变啲跟木卡就个骨头汤咩做的吼，皮糖，肥汤冇肥汤，自然高汤拍水咩做的，啊，变啲拍水落去，啲咧吼，慢慢一下就撒那油落去啊，你那油冇水哦，一撒落去会变开花，哦，就是那种豆腐花用了，所以哦变啲水落去，那油这样落去，哦，那油再撒落去。哦，黏死嘅呢。哦，虽然碌碌啊啫嘛，那油出唔会开花，就稳定。可是你要出意大利面上白酱哎哈。哎，白酱炒。哦，煮好面张落去哈。加撒好嘅面啫嘛，压住落去嘅。哦，全部撒落去。你早来将那条面哦，隔炸之前就做准备好。唔是讲哦。先煮先薄先深，就不按步子做准备好，后来碌啊，哎，加啲胡椒粉，拍的哦，没有味哦，没有，你还就加啲中式口味哦，加啲豆油，经常人看到炒面加豆油，因为那种中式的做法，然后西式的两片夹姜啊。哦，你按用面出炒好啦。炒到个汁油熟汁就好。哎，熟糟来做哦。哦，熟糟来做哦。你看炒好面，好，先放旁边。来做乱饼。哦。哦，姜黄煲的哈，少莫听少哦，煎乱哦。煎乱莫听少哦，一下子入煲的，放啲油落去。哎，用啲奶油落去。奶油。然煎的软了当好食的。哎，加准备好的卵汁哈。拿过来。都必润哈，都必润。但煎起来卵才好食。准备快，上快。细火的，哎。卵撒落去，熟啊哈，旁边熟过来，你这里煎卵出来啊，旁边会熟的熟过来，哦旁边呢还还夹熟的啊，现在熟的冻上来，哎表面煎哈，哦，你较喷的哦，较喷，哦煎比熟，哦，煎面包熟之前的嘛，哦，会哎，这里哈就叫我溜窝啊，就焖盐带，哦，就在旁边哈，旁边这里就啊，落去，加炒好的面，来变来冻好来，你再包个3-4分钟的，我溜窝哈，你按就来冻皮行，哦，头前包起来，哦，你按就来夹把头前去，把头前去，来你要出抗压功夫了哈，看没包没包，没有，天的按就包起来了，小朋友亲好吃的，你要撒去哦，猛餐的撒，有喏，按样拿来，哦，这盘菜按就煮好嘞，哦，然后呢，那就好呀，奶油面。哎，虾仁奶油面包蛋卷哦，要盘菜就好了。上菜！虾仁奶油面包蛋卷，意大利面薄切切的萝卜煮过，蒜头、葱头切幼幼的准备，用奶油填葱头，蒜头先煸香，再用下盐炒冰圆，用到水，意大利面、奶油、胡椒、盐、豆油炒到黏咪，鸡卵打散后，用到奶油。胡椒粉、盐，煎做软饼，先要用炒面煎起来，安尼做得嘞。